来看中华职棒台冠雄鹰队的主场，也就是伫高雄大比湖的球场。不过台冠的总教练洪一中伊是真生气讲，昨日比赛了后，伊封关伫咧球场地下室的停车场无法度出去。伊是大力批评球场的工作人员。针对这点，高雄市府半暝发声明讲，承认确实是有疏失，就是开始会甲球场的主管随换掉。 台冠雄鹰甲中信兄弟3连战，昨上尾一战，中信靠着卫士成的火头，国家打线的火力支援，比赛结束8比0完封台冠，摕到2胜1败。然后3换这一球，最终是一个再见3振，用速球让保顺大帝叶宝地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结束了这场比赛。 不过，这边系列赛有出一件代志，伫咧主场的台冠雄鹰总教练洪一中。 20比赛后，所互人关伫咧定情湖棒球场的地下室停车场，无法度出去。伊批评球场的工作人员态度无啥好，总按比赛后直接离开，无加讲。洪总，铁门互人关起来，外口工作人员讲要斗相共找人，不过过10分钟啊，拢无动静。洪一中期间一直弄门，总头啊一个黑青，球迷讲是毋是沟通有问题？就觉得有点扯，然后。 就是需要多做一点球场上的管理，不管是不是误会，就是这个沟通的渠道要更明显一点，这样才会让就是整个流程顺畅一点。伫代志闹大了，高雄市文化局承认管理有疏失，随甲球场的主管换掉，其他人员调查听取。那总教练因为受到媒体的访问，所以比较晚离开。那在接到总教练的这个通知之后，我们也在5分钟之内赶快开启，让总教练可以离场。 想要让球员伫咧主场有更加好的发挥，也怪靠各方的全力支援。台冠雄鹰球团也发声明，讲未来将会继续加强甲高雄市政府的沟通协调，以后将会更加加强在地经营，努力得到大家的认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